长时间跟我这个强调，所以当然他这个讲起讲，变怎挑良机变怎适合良机，来这种体验，所以讲的应该来这个真正节实际啊。不过因为工作前拢是做的，上个重要就是讲，什么叫做变显良机？变还钱，良机变还钱，良民变到底这个开发，迄个良机的还钱，或者解说嚟讲，咱这个收办的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咱一路来，咱会一直坚持咱在收办的这种理念，这就是因为咱无去不要甲你砍掉的，这叫做良机时时刻刻的还钱。你要这个良民。你这个听法，本来因为良机，因为良机本来就是你良民过来去开发的，你本身你就无保留，无保留叫做良民的开发。过一年，咱唔知敢收过，咱过去也未收到你钱，也未收到你钱，收到这万数，这每只你两个咧，我咧这物件收到较万多。而咱真正面对迄个良机一扣了后，咱食菜是毋是讲，咱家己足欢喜食咧？若真正无欢喜食啦，无啥甘愿食来硬啦，真正无了解个过袂起来迄落啦，食到尾啦拢总会出问题啦，愈食愈搞出来啦。迄叫做良民无体完啦，对无？但是咱过去今年40年、50年一路来，食到足欢喜，甚至为了当中呢，去个破产。听要叫我点不要设计啦，设计规定，偷设计规定，迄种当时良民，伊食咧好者，咱为了有饭食，咱足欢喜啊，嘛袂讲歹食，但是歹食迄是良民的迄呢，食袂歹食，不食都倒出。那么日本身体比较，现在呢，那个现在好，你头吃饱。